姊妹們糾結咗3個月，終於一個人飛韓國做皮膚管理啦，全程自己預約溝通，俾你哋最真實嘅素人體驗報告。點解選韓國？韓國軟線產品把控嚴，真品保障，院長面診超細緻，俾我做咗20分鐘皮膚測試，價格比想象中友好。真實感受記錄，敷麻藥30分鐘冰冰涼涼，注射時輕微刺痛感，好似俾麻嘢釘，全程15分鐘結束。院長手法超快，術後立即敷醫用面膜鎮靜。重點嚟啦，術後3日唔能化妝，一定要蜂王補水面膜，防曬防曬防曬，俾我冇抹鏡全套武裝啊！3日後變化，皮膚透亮感真係出嚟啊！毛孔細緻咗好多，特登拍咗對比圖，想將服貼到尖叫。總結啦，適合皮膚有初期老化毛孔問題嘅姊妹，一定要選正規機構。語言不通別傾，好多醫院有中文翻譯，素人大實化，效果比普通水光針明顯，但需要按療程堅持。飛一趟值得嘛？對我呢種問題肌 ，yes。你哋人想知邊啲細節？評論區問我下次分享韓國護膚寶藏店。